讲到香港的民主，今年已经开始变款咯。台湾人权促进会加台湾香港协会今仔日提出《港澳条例》第60条之一的民间版本修法草案，希望会当增加香港人权加民主条款，规定行政院应该定期向立法院提出评估报告以及着对应的方案，强化台湾援助香港的机制。 2018的时阵，阮也为香港民主派临诉互官方掠走。中国领导最近嘛决议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因应香港民主情势恶化，台湾民间团体23嘛召开记者会，提出《港澳条例》第60条之一的修法草案。它会有2个结果，这是一体两面，一个是要不要去调整港澳的特别地位，在法治上面的特别地位；第二个。 要不要去制裁这一些破坏香港人权跟民主的人？ 民间提出的草案是伫原本的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当中增加条文进行规范，规定行政院应该进行资料的收集、分析，搁由行政院长、部会首长针对香港澳门的政治、经济情势提出年度的评估，甲应用的方案向立法院来报告。 支持这个法案增修，能够让我们一起跟国际社会支持香港跟人权。那第二个，我也想呼吁，就是台湾能够推动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就马格尼斯基法案，就表达台湾站在一起支持人权议题的一个决心哦。撑港国际线，撑港国际线，台湾不缺席，台湾不缺席。有立委嘛讲到，台湾应该照美国的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提出台湾版本。 就是对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做出制裁。阮也为无共党派立委嘛支持修法，认为要防止中国利用香港对台湾进行扩张，就要加入到世界制裁。对民团的草案，民进党团敢未支持？民进党团干事长刘世峰是表示，即马还未了解。记者陈雅文、林玉凯台北报道。